性平法已经施行20冬啊，也毋过即马校园内底要是定看到一寡性别暴力的事件，尤其是伫幼儿园。今仔日离校团体就来开记者会，认为讲应该爱改善幼儿园性平案件的处理流程，因为并若即个幼儿园出代志，家长是定定讨无监视器等等的证据，互人感觉无啥毋茫。推动全民性平。离校团体甲立委12早起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性平全面化。离校宽法也应该检讨修正，因为台北市某幼稚园伫111年到112年之间，爆发老师对10多名幼童疑似性侵、性骚扰行为。教育局伫调查期间，以离校宽法为由，无要互家长处理监视器的画面，也无互加害老师随停职。造成后手阁有其他囡仔受害，互家长是受气阁唔甘。女儿其实一回家告诉我说老师有摸她屁股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家长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到幼稚园。那园长一出来呢，连要了解状况的态度都没有。如果前面111年6月有阻断的话，不会到112年的时候发现13个孩子陆陆续续受害。离校团体表示，目前各项以上性平事件拢有完善调查机制，各至少有2/3有性平专业的调查委员组成。不过，当教保员有违法事件时，是以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召开委员会，不一定会当为囡仔的权益来监督。性平法的一个调查应该要延伸到学龄前的一个儿童，让性平的一个调查全年龄化。幼教法相关都有规定，所以他当时北市有没有落实？我觉得要回到北市教育局当初对这一件案件的处理。因为加害老师会伫拜六3月16日期期满，为了避免加害人有延别假造，还是高产证人的顾虑，立委呼吁承办检察官应该继续羁押，佮全面检讨治权法，对加害人、甲受害人，伫同一个学校是机构，也做自信程度应该爱修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